香港人越嚟越長命，無論男女嘅平均壽命都隨時超過80歲。假設一個人60幾歲退休，即係喺佢面前仲有20年嘅人生下半場，有咁多時間可以繼續完成人生嘅目標，當然係好事啦。不過背後都有唔少風險㗎，壽命延長、物價通脹，唔少人雖然好想提早退休，但其實同時間又好擔心自己嘅退休能力。之前就有一項調查發現，只有37% 嘅受訪者表示自己有信心依靠現時嘅儲備邁向退休生活。其實想達成退休大計，除咗靠努力揾錢同儲錢之餘，不妨考慮為自己節省開支同埋自製一啲被動收入啦。Exxon 安盛上精彩延期年金計劃榮獲 Ten Life 5星增長型收入大獎認證，為你最早喺50歲開始提供穩定嘅每月年金款項，將退休儲蓄轉化為每月穩定收入，年金期長達20年。成功投保每年仲可享高達6萬港元嘅可扣稅限額，個人慳稅可高達10200港元。開完同時節流就係咁簡單，配合埋 Exxon 安盛至尊首位醫療保障，保證續保至100歲，仲不設終身保障限額，每位受保人最高亦可享8000港元嘅稅務扣減。有咗呢對扣稅孖寶，確保退休生活有 wealth 又有 health，咁就更有信心迎接退休啦。